无佚佗的乡亲嘛，未少人去欣赏精彩比赛。5日这两船这个锦标赛，南台湾唯一一场是伫台南，因为疫情有较回，报名队伍99队，伫昨暝呢进行最后的决赛。竞争上个激烈是公开男子组，大家要收争要抢这个30万的大奖。由这个去年第2名的娇美餐厅得到冠军，3天精彩比赛是圆满结束，总共有20万人次人去参观比赛，嘛替边仔带来未少的观光效应。白领船比赛一开始，才选手就拼4名骨，竞争上激烈就是公开男子组的决赛，输赢就伫咧无到1秒之间。随着鼓声齐声合力，几只船的目标一致，就是要拼冠军。各船的速度也有团队的配合，赢胜的队伍将距离渐渐扭开，冠军30万的大奖就到手。透过对空中翕的画面满满的人潮，南台湾唯一的白领船比赛就伫咧台南，99队2500几名的选手拢来这拼冠家。借着这个龙舟赛，大家驱鞋，然后避鞋，然后很开心的打。你可以看现场，很牛强会10万人，啊，不是那么，是蛮多1-2万人是有的。比赛虽然真竞争，但是台南市长黄伟霆嘛伫台仔顶一喙刷一喙来推销即马上著是的山影。什么鲜嫩欲滴的芒果，就是台南的爱文芒果。精彩的白领船比赛圆满结束，总共有超过20万人来台南看比赛。5日这个连假期间，也替台南安平地区带来不少的观光效益。